这是点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司政边巴次仁首次出访新德里，会晤印度政要；未经审判的西藏作家被中共当局关押近2年；选举事务署呼吁当选议员遵守宪章规定进行宣誓。中国驻丹麦大使遭支持西藏团体的抗议。加拿大代表43个国家对西藏问题表达关切。印度远藏团体在世界难民日纪念西藏难民的顽强精神。澳洲纽卡斯尔藏人社区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藏历86岁华诞。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一6月21号在上任后首次展开对印度首都新德里为期3天的访问，期间与印度各级政要和知名人士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藏人行政中央驻德里办事处代表中秋欧珠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司政在新德里展开的各项访问活动非常圆满。此外，据可靠消息来源指出，在2年前被中国当局拘捕的西藏果洛知名作家洛桑伦珠，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持续关押在中国监狱近2年。据媒体报道，洛桑伦珠为西藏果洛斑马县知名作家，曾在拉荣五明佛学院出家，还俗后在当地的一所私人学校担任教师。2019年6月，中共当局指控他在任教的学校使用被官方禁止的教材而遭到逮捕。洛桑伦珠曾走访西藏各地，记录2008年3月在西藏各地爆发的抗议中国政府的活动，并撰写和出版了多本有关西藏的书籍和文章。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署长汪堆次仁于上周五6月18号针对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选举工作陷入僵局等问题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当选议员遵守宪章规定宣誓就职。署长汪堆次仁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的5点澄清声明中强调，选举事务署准备在22名当选议员按照流亡藏人宪章的规定向临时议长宣誓后，立即展开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的选举工作。与此同时，中国驻丹麦大使冯铁于上周五6月18号在丹麦哥本哈根市中心的会议地点外受到该国支持西藏团体的抗议。据了解，当天丹麦支持西藏团体与丹麦批判中国协会等联合组织了一次和平抗议活动，抗议中国在西藏、东突厥斯丹、香港和中国境内实施的镇压政策。Free Hong Kong, free Tibet, free China. Mr. Ambassador, why are you defending genocide? Free Tibet. Mr. Ambassador, why are you defending genocide? Why do you put people in concentration camp? Why do you have people in concentration camp, Mr. Ambassador? Free Tibet. 此外，加拿大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兼常驻代表莱斯利·诺顿于本周二6月22号在联合国高级专员年度报告会议期间，代表44个国家发表了一份跨区域的联合声明，对中国政府在西藏、东突厥斯丹和香港侵犯人权的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并敦促中国正在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允许联合国进入新疆和西藏实地调查。上述44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共和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以及东西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等4个联合国区域集团。另外，在上周日6月20号世界难民日当天，总部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藏协调办公室举办了一场网络讨论活动，
阐述了印度与联合国有关难民地位公约一致的政策。在当天的网络讨论活动上，与会的印度官员赞扬达赖喇嘛尊者对世界和平和人类福祉方面的远见卓识及杰出的贡献，并一致强调印度人民早已把西藏难民社区视为他们的一部分。他们还表示将继续一如既往地支持西藏的自由事业。与会官员还进一步称赞了西藏难民在丰富印度社会的结构、维护印度的价值观和智慧方面做出的贡献。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澳大利亚纽卡尔斯尔藏人社区与澳大利亚西藏射箭俱乐部联合于上周二6月15号隆重庆祝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藏历86岁华诞。应邀出席庆祝活动的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代表伽马森格讲述了尊者的生平事迹和仍未完成的使命，以及尊者对世界和平与宗教和谐做出的巨大贡献。在当天的庆祝活动上，纽卡尔斯尔市各学校的藏人学生和社区成员表演了丰富的西藏传统歌舞节目，随后进行了传统射箭比赛。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